渔光岛艺术季重绘地海之岛的主题呢，是因为在想象 remapping 这件事情。那 remapping 的 map 其实就是一个地图的概念，但地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大家熟悉使用的 Google 地图这件事情，它还包括了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去认知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在想象渔光岛的时候，如果老一辈的台南人或是老一辈的可能会说三鲲生。他不一定会说渔光岛，因为三鲲生是他记忆里面的名字，或是你可能会说是以前的秋茂园那边，秋茂园可能是你对渔光岛的认识，小时候全家一起来玩的那个回忆。那也有可能你认识渔光岛的时候，它已经是渔光岛了。所以我们就在想象，以不同的角度收集了外在的环境，还有我们内在对渔光岛的想象，那创造出这次邀请6位艺术家来带给我们的作品。艺术其实是无所不在的，然后整个渔光岛的本身其实就是艺术的一部分。那希望可以透过作品的点缀，然后去强化这个岛屿的这个本质跟岛屿的特性。我觉得这块土地有一个温暖的感觉，温暖我觉得疗愈是最重要的。就是人家说没有什么是睡一觉不能解决的，但是我觉得渔光岛是没有什么是你看海不能解决的事情，所有事情你只要来到渔光岛上面都会烟消云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小朋友每年都会期待，他们每一次都会期待说，我的作品会出现在渔光岛上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蛮难能可贵的，而且你会看到那个画面是他带着自己的爸妈，然后很骄傲的跟爸妈讲说，这就是我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地方上面的连接，地方上面就是更深上面在艺术上面的介入跟强化这样子。因为慢慢的把渔光岛的知名度打响了，包括有一些在地的人，他可以做一些民宿的业，可以经营民宿，然后还有一些店家可以卖吃的，所以带动了一些少许的部分的住家可以有经济的效能，不然有一些年轻人都外移了，年轻人就会愿意回来这边来做一些生意，可以有赚钱的机会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很多台南市民朋友们已经把渔光岛当做一个非常让人家可以最亲近的一个海滩的了，就离市中心区那么近。随着庶民的生活以及我们艺术家的视野，有不同的诠释。今年的渔光岛艺术节，在各位老师的诠释之下，有非常非常让人惊艳的一面，也可以让一般民众看到每次的渔光岛艺术节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那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艺术节能够开启台湾艺术的新的一面。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4月1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副总统赖清德正式被民进党提名参选2024的总统。15号伫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市成立信赖台湾自由会，由赖清德亲身授旗。现场27个民间团体以及台南市6位立委甲民进党的议员，全部拢出席相听，场面非常盛大。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总统大位，将集结全国民间力量，成立信赖台湾自由会。头一场成立大会就选伫咧本命区台南。成立大会即天，副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以手征予来自医界以及社会各界后援会代表、台南市长、所有立委以及跨派系议员全拢到场，展现民进党团结的气势。赖清德是咱台南医疗大家庭的一份子，咱一定要全力的挺立。清德也是咱家己的，咱一定要用生命甲斗阵。过去赖医师能够成为我们台南市民共同信赖的赖市长，未来赖医师也一定是值得我们全台湾人民共同信赖的赖总统。咱希望台南继续好的传统，伫2024年的时阵，会当以全台湾上关票的得票率
来保障热清地咱台湾的状况。现场也播放热清地为市长到行政院长的政绩影片。热清地伫致辞的时阵表示，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伊一定爱搁转来台南，向大家报告伊将要承担新的使命。2024这场选举太重要了，既关系了台湾的未来，也关系了后代子孙的幸福，更关系着印太的和平跟稳定。民进党过去是为民主打拼，但未来会为和平奋斗。即便是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吓，我们不会改变和平的立场，也不会放弃任何和平的机会。医师出身的热清地也讲到，伊对台湾医疗产业的愿景，表示爱护医疗产业成为另外一座富国神山，以拼经济作为施政重心。治安方面全力打击乌金程度，以抗议术的选择。热清地希望大家会当团结，让总统高票当选，台南立委全部连任。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林德区后壁里甲新店里的部分路段，因为地势较低，拄着好大雨，拢会淹水。市府水利局持续进行涵小排水改善工程，即摆得到中央专业补助7300万，来办理德塘路的治水工程。希望9月完工以后，会当真正改善当地积水淹水的痛苦。林德的德塘路因为地势较低，当年拄着大雨地出现积水淹水。109年底完成第27道路下游段的涵修以后，目前伫德塘路甲德安路周边的排水区域，佮争取营建署补助7300万，专停622公尺，要试做排水系统，预计9月中旬完工。一开始我们现在是委托营建署在代办那个特27号道路开辟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呢就将我们原本的是一个3米宽的一个后壁错排水然后我们改建成一个双孔箱涵。它改建后呢，最宽大概有9米宽到上游段大概是6米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双孔箱涵。那这个设施完成之后呢，当然我们接续的上游段，就德塘路，现在目前我们在工地所看到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箱涵这未新建，所以我们又争取了营建署的经费有7300万元。那我们在去年的7月份有进行那个工程的开工。那我们已经先完成上游段在那个德塘路到民安路，在民安路口的那一段大概有430米的2侧，那总共是860米的一个侧沟箱涵侧沟。那这边已经也完成了那接续我们今天就在市场来看到，我们现在下游段的这一段这个总共是622米的一个箱涵，好像目前正在施工。其中委托的议员郭凤仪、杜素银、甲陈鸿武等民代表党嘛前来关心，希望工程伫也未完工之前，加强应急的抽排设施，希望先通过5月后期的考验。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有横跨这个今年度的汛期，完工的时候已经9月20几号，那时候可能还在汛期中间，因此呢，我们特别要求水利局在汛期中间的那个应急工程能够做好落实。那该设置临时抽水机的时候设置，那这样减少在汛期期间造成民众淹水的一个不便。那我相信，如果等到工程完成，那将来排水断面下水道、雨水下水道做好，排水断面增加，那将来在下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把这个水排出去。现在虽然是欠水的时节，水利局除了呼吁节省水资源，更需要面对短期的强降雨所产生可能的水患，将持续加强治水检讨加环境活化改造。台南新闻军及林英根采访报道。全民普发6000块，4月17号是邮局领现金的第一天。中华邮政台南邮局表示，一下载所有的支局，平均拢有20-30位的民众去领，大约10几分钟，人潮真紧就消化掉。重点也是要提醒民众，有一寡无共形式的诈骗出现，请大家千万唔通被骗。
政府提供民众多元方便的管道来领6000块，除了第一批网络登记4月初拢领到钱，4月10号开始，麦当选择用 ATM 提款机。4月17号开始，伫邮局等金融机构才开放柜台来领。对此，台南邮局进前已经做好全盘演练，第一天开放3个柜台来专属服务，加上实施头一天并无出现伤侪人。台南105个支局领的人来来去去，平均20-30位左右，伫10分钟内真紧的消化掉。今天领普发现金的状况，一大早其实台南各地邮局还是蛮多人，大概每个局平均到20几位。但是呢，我们其实前面就是已经有因应的措施，比方说我们的行政单位的人员啊，会派到比较就是说人口老化的地区。那市区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志工。那有一些会请一些志工来协助，所以今天来领现金的状况一般都还蛮好的，状况都还蛮好。面对市区并无出现人潮，不过市长委托伫认得关心排水系统时，嘛特别到附近邮局关心相对有较侪时段排队的状况，呼吁大家一定要小心无共形式的诈骗手段。虽然今天中央有订定一些分流的措施，不过我们台南的邮局大家都是可以让民众这不分身份的直接来领。我看到现场也有排队的情形，那总局也有来支援人力然后加开柜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民众可以领到现金回去。那这个行政作业的流程能够简化，但最重要的不要领现金。左手领现金，右手被骗走，所以我特别请邮局加强柜台的防诈骗。也就是说，领完现金，然后他要努力，他却想办法，却把他自己账户的钱要汇给出去。这种柜台临柜的这个，因为诈骗集团横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做好防诈，不管在柜台或者是在防诈的宣导，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能够让民众落实这个好的政策。根据邮局现场排队民众，除了有较袂晓操作网络甲提款机的民众，嘛因为少号列为警示，袂当有任何资金进出，所以只好来柜台现领。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创立已经40多档的老牌轻工业者，引进新科技 VR 学习系统。互消费者伫购买进前，会当先伫电脑内面更换无同款的曾金配单，看倒一种设置甲款式，和家己的房间较适配。这项技术也是全国所有轻工业者当中率先推出的，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伫 AI 科技引领新时代现在，勇敢面对环境的巨变甲挑战，为台南在地出发。前景南台湾45档，由生产制作业者发展成为上大寝具实体通路上的意境寝具，也与时俱进。目前伫中南部总共有44间实体门市，虽然老牌，但犹原投入新思维，展开所谓转型变革，引进 VR 寝具合成系统，让购物变得更加直观和方便。我们的数位寝具都建数位模，然后导入3D 的模拟系统里面。那可以让客人在这个系统里面快速的去媒合他的寝具的视觉。那以往的寝具都是枕头、床包跟被套几乎是由业者设计同一个花色。那我们透过这个系统呢，我们让客人可以自由搭配组合，他的床包、枕头套跟被套可以选择同色系，但是不一定要同颜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系统上有各60组的花色，也就是枕头套有60组，那床包有60组，被套也有60组，那这样子的搭配组合就可以搭配出30的6次方，也就是216000种。以往我们在购买寝具大概都是看图片啦。然后就会觉得说带回家之后啊，就是有时候放在房间跟想象中的落差有点不太一样，有时候觉得说，这样配起来并没有像现场或者是图片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这个就很像自己是设计师。得到经济部商业署支持的 SIR 计划的寝具合成系统发表会，不只是新技术的商业应用，更是企业体制的大改变。发表会期间，市长委托立法委员陈廷辉、市员林美燕。
陈怡晶、周丽金、林依婷、李凯维。经济部南区联合服务中心主任林敬天等贵宾也拢到场祝贺。可以在电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合成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寝具，可以让我们在寝具不仅是更能够符合人体工学，而且更能够符合周边的环境的一个摆设啊。所以我想说，这是易经的一个 know how， 也是易经的独到的地方。那相信一定能够对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易经为第一代创业到第二代接班传承，目前正在传统产业所谓转型。二代接班后，引进 VR 寝具合成系统的技术，未来也将朝向 AI 新旧的方向，持续改革和创新。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伫日本京都，时常会当看到观光客穿着和服，伫街仔顶游览，这嘛是日本旅游真受欢迎的观光活动。拥有台湾京都美称的台南，有一定喜爱汉服文化的朋友，伫国华友爱商圈举办汉服嘉年华，将近200位穿着汉服装扮的民众，做伙上街游行，要来推广汉服的水。伫国华友爱商圈周围，有真侪穿着古装的朋友，伫大街顶面欢喜游行，搭配着四周围的现代建筑。参像是古早人穿越时空同款，这场国华青王自胜汉服嘉年华是台湾国际汉文化整合服务总会以及梦月楼合作举办，希望透过举办这场活动，会当让寡济民众认识汉服文化，同时嘛当凝聚社会爱心，共同来关怀弱势。国华慈善松王，我们的汉服嘉年华，那目的就是希望结合社会一些公益团体，然后让一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家长都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文化体验。那当然，在台南古城府都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发展像是日本清水寺。能够像穿着和服，然后去逛京都，然后吃小吃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台南这边有很适合发展的一个资源。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推广汉服的这件事情，再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技艺，或者是活动，来让台南的文化能够更深层次的去发展，避免说有一些文化因为很久没有人接触了，开始没落。不止台南在地民众参与，这场活动嘛庆祝全国各地汉服爱好者加入，甚至还有4、5岁小朋友嘛扮了水水，带着队伍游行。什么服？汉服。汉服啊，你觉得这样穿上漂不漂亮？漂亮。漂亮啊！你喜欢穿这样吗？喜欢。自己就有在研究，然后叫我妈报名，然后就来了。对，他都会看那些就是人家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去自己去说要买这些东西。南宫1路2路3班嘎嘛，那第一府城我们希望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汉文化。那我们身上所穿的是汉人的一个传统服饰。那在这边呢，我们也结合了国华街、国华商圈，然后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在地互动，因为我们想打造一个台南古都穿汉服。游台南吃美食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就像日本清水寺一样，穿和服啊，去逛清水寺。每年就是台南400冬，主办单位有计伫年底举办传统服饰文化节，游行的民众将展现明朝时代做的服装、日本时代服装、民国初年的旗袍甲唐装，到现代新住民时期台南市各族群的清茶服装。共同庆祝台南400冬的到来。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处理流浪动物是真困难的问题。如果若无一寡动物保护团体付出，流浪狗仔、猫仔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议员李启伟特别美合包括吴富美女士、甲大爱药局，关键一台动物保护的专车，希望为流浪动物尽一份心力。过去关车的爱心行动拢是针对人，不过这回伫议员李启伟的建议，结合民间力量，包括当年伫国外吴富美女士以及大爱药局，拢来关心流浪动物的需求。要关这台专车作为协会运送物资、紧急救援甲送养宣导。
14號正人伫議員服務處正式觀證，場面相當危險。我们家族里面，他姑姐姐那边也都是喜欢养一些狗，当然跟一些猫啊。对于狗跟猫，他觉得是一种平等的那种人生看待，所以姑一直都想说，那对于狗的这些都 OK， 对，所以才会有就是说，那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世间上的所有生物也都属于平等性的，所以姑才会很努力，那很 OK 的答应说，就是让。在这个动物协会这个部分是完全是可以接受。我们非常感谢吴女士就是这位姑姑啊，这改这样子的一个善心啊，真的为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温暖啊。今仔日捐赠这台的这个动保这个箱型车辆这个也会替我们这个动保方面我们这个协会增加很大的一个。力量武器啊，这也有可能是全台这个首创这个第一台捐赠这个我们动保这个相关单位团体的一个车辆。議員李啟偉延續前議員李文正積極爭取市府增加記載甲落實的處理經費，不過因為流浪動物的繁殖速度真緊，若無政府甲民間合作，效果將大大拍折。所以該專車對動保團體意義重大。我們協會啊，我們主要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決議替代撲殺，一直不斷的在幫外面的流浪動物啊。做這個決議來減少流浪動物造成的社會問題。那麼今天有了這一部的新車啊，讓我們尤其是讓我們在這個，我們除了決議之外，我們另外還有所謂的送養、宣導。那麼我們在這個，尤其是在送養、在宣導方面呢，那麼因為這一部車，讓我們有更多的方便，可以說對協會是一支新的生力軍啊。根據了解，吳富美律師除了關動保專車，後續也有2台車要關予調興、庇護工場以及中明各種棒球隊，相當使人敬佩。今日新聞軍籍林英根採訪報道。奇美名醫甲奇美食品藥膳銀行大堂中營酒店共同響應4月22號世界地球日。號召將近600位的同仁以及家屬前往安平淨灘，用跨行業合作的實際行動，希望喚起大家對環境的重視。為着宣導環境生態以及愛護海洋環境，同時響應將要來到的世界地球日，奇美病院甲奇美食品、玉山銀行甲大堂中寧酒店前往安平進行淨灘活動，現場員工加上家屬將近600人，攏來幫忙撿垃圾。我們都是愛護地球的人，那麼地球需要我們大家的維護。那從我們的奇美實業這個母集團，他們就非常重視環保，非常重視 ESG。那我們奇美醫院最近也開始積極的要來推動 ESG。那淨灘活動，我們能夠跟這麼多好朋友一起來推動，就是為了喚起我們同仁對於環保的意識，一起來推動 ESG 的決心。減少海洋廢棄物一直攏是全球關注的議題，永續發展已經成為國際共同的目標。一個企業這幾檔也攏在推動 ESG 政策，重視社會責任甲環境保護，希望透過企業影響力，會當喚起大家對環保的意識。未來玉山銀行，我們將再持續結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企業夥伴，一起用一份愛可以牽引更多愛的精神，我們一起為我們所摯愛的地球盡一份心力。我相信土地留下這個土地一塊的淨土，我就是給我們下一代。那我們大家彎起腰來，把垃圾把它換乾淨。一方面來講說，可以留下給我們一個好美麗的一個土地以外，那我相信台糖商酒店這19年來，除了這些有形的意外以外，然後我們也辦了一些心靈的講座。我希望我們也是希望再透過這個心靈上的一個所謂的心靈的淨化，讓大家更我們未來的下一代會更好。
现场除了发现保特瓶、塑胶、玻璃拢昏头顶本色，还佫发现一块较危险的玻璃罐、铝罐等等，大大小小总共410公斤左右，拢已经交由环保局处理。基比病院也伫咧现场提供150支的树苗啊，提供予大家认养，希望会当将环保影响的概念传达出去。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